我覺得即係啲政府官員同埋即係香港市民係根本就係生活喺唔同嘅時空當中。當我哋講緊即係爭取緊成個香港都係受惠嘅東西，即係其實係每個人嘅權利。咁佢就同我講話呢啲係青年問題，就希望我哋打多啲摩天輪，搞多幾次舞會去跳下舞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咁呢個思維係完全係同即係大眾係脫節嘅。即係呢啲權貴提倡呢啲青年政策，佢哋講緊就係青年人因為無處宣泄，因為精力過剩先至搞呢啲問題。如果需要宣泄精力，我不如去踢多啲波，我不如翻屋企打機。即係佢其實對現況完全唔了解，呢個係十分之危險嘅一個東西。其實香港過往係一個經濟城市，俾人哋塑造成為一個經濟城市，佢係一個揾錢嘅地方，佢係一個崇尚物質嘅地方。即係上一代嘅人就呢啲價值就已經係入晒腦，佢哋唔明白到即係可能香港年輕人可能已經過渡到某一個後物質時代，就係大家都覺得物質唔係生活所唯一追求嘅東西。佢想要嘅可能係一個公義嘅社會，即係希望社會改變。你必須要聽一班年輕人嘅聲音，因為個未來都係佢哋去掌控。即係落多啲區啦，唔好匿喺個辦公室啦，冇用嘅呢個辦公室。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代。我係羅冠聰。民主係可能有待議事，但係抗爭係冇待議事嘅。各位香港人，我哋民主路上再見。